有一种海翁叫做大纯海翁，伊是真罕见的一级保育类动物。海巡署等单位有接到检举，讲有人伫咧网络顶头伫咧卖，因对海内面古着的海翁下骸骨要卖66万。最后是伫高雄的兴达港一带货柜找到这骨头，也依照着野保法，甲这姓陈的船长，也有卖物件姓柯的查甫人移送法办。虾柜拍开，风光出来时真少看，一级保育类物种，大纯海翁的下骸骨，却是被当作商品来卖。我唔知啊，伊啥物件，因为我拖网拖起来都是。并且顶面有相片开价66万，海巡侦查分署这单位接报，伫网络有人违法卖海翁骨，顺线索入到高雄兴达港一个货柜，载了一副长大约274公分的大纯海翁下骸骨，以野保法加好起来，这姓陈的船长甲卖这姓柯查甫人送法办。侦办中发现是由台中清水地区的一个许姓男子受澎湖陈姓男子所托。在贩售，经申请收手票后，在高雄新达渔港的货柜屋查获到金鱼骨、下颚骨2只。2003年才被获名的大纯海翁，那大只的体长大约是19-12公尺，主要分布伫西太平洋、加东印度洋，体型是3长，头壳真大。海翁手这个帮片是真特别的米黄色加乌色。1999年，伫屏东恒春报扩大记录，海保署提醒卖也是卖保育类活体，也是产制品，以野保法用处6个月到5年有期徒刑，并扣30到750万块罚金。活体或者是它的产制品，个人都不能持有。所以呢，民众假如说发现到网络上有贩售，欢迎大家跟相关的机关来检举。船长甲这个卖姓柯查甫人，拢互判起诉1年，不过需要来缴2万到3万的罚金。海保署提醒，像这款真大骨头，往往拢是海翁类，因为海翁海底伫台湾拢属有保育类，无主管机关同意袂使持有。若好着应该先等于大海，也是通报海保署，以免违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